得到气喘癌的网情新西瑶，10月当来拢伫网络来分享伊抗癌的过程，也毋过传出讲已经过身咯，是互真侪民众真毋甘。医生是表示讲气喘癌真恶早期发现，对无食薰的女性来讲可能是甲基因、甲遗传有关系。人面册内底坐坐真乐观日常的相片，布克生希亚2012年确诊气喘癌第4期，伊真大方分享伊一路试过标靶、化疗，还有中医治疗各种的方式，鼓励朋友心抱希望。不过对抗气喘癌要12年，生希亚人面册日一发文表示，生希亚要开始另外一个旅程，证实伊已经被谁消息。癌症听起来很像一个老师对啊，我学到了很多，更了解我自己的身体，然后也更注意身体的一些状况。所以活蹦乱跳并不能代表真的很健康。2023年台湾上新10大癌症的排名，肺癌比大肠癌占搁较侪，是排第一。也若得到肺癌的民众内底，是以气喘癌占上侪，而且上接快。过去的认知可能是因为食薰，或者是长期伫咧有空污、甲油烟等等的环境之下造成的。不过，亲像生希亚无食薰嘛无食酒这种的女性，嘛有可能因为遗传，互诊断出得到气喘癌。而且早期要发现是真困难。其实蛮特别的，有一群女性的族群，她的确就是不抽烟。那问起来，其实她好像也没有暴露太多的油烟这件事情，所以推估这个可能是跟基因或者是遗传比较有关系。医师表示，在台湾癌症登记资料库显示，差不多有5成发现气喘癌的患者，拢已经是第4期。主要也是爱看病情伫第几期来决定治疗的方式。若较早发现伫第1期、第2期，拢会当透过手术来治疗。不过第3、第4期较尾期的肺癌，大部分敢若会当用药来控制，和平共存，增加存活的时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